1776年美國立國嗰一年，佢只有13個州，人口唔夠300萬。全國最大嘅城市係費城，人口只得4萬，仲少過今日一個中等縣城嘅人口。240多年之後，呢個國家嘅 GDP 佔全球接近1/4，軍費開支仲多過全球軍費排名第2至第10位嘅國家，加埋佢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喺各大洋游移，佢嘅貨幣控制住全球貿易結算體系，佢嘅流行文化滲透到地球上幾乎每一個角落，以咁快嘅速度完成呢種跨越，係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文明都未曾經歷過嘅。所以問題嚟啦，佢究竟係點做到嘅？呢個唔係一個關於自由同民主戰勝一切嘅勵志故事。呢段真實歷史講嘅係戰爭、掠奪、精明、算計，同埋無數人被逼為其他人嘅成功埋單。500幾年前，當歐洲人踏足美洲大陸嗰陣，佢哋叫呢度做新大陸。言下之意，呢度就係一片空曠，等住俾人開發嘅處女地。但係呢個講法由一開始就係一個謊言。喺歐洲人到嚟之前，美洲大陸絕對唔係乜嘢荒野。考古學家估算，哥倫布到達之前，美洲原住民人口有4000萬至1億，佢哋有自己嘅城市、貿易網絡、曆法同農業體系。阿茲特克帝國嘅首都特洛奇提特蘭人口超過20萬，比當時嘅倫敦同巴黎都仲要大。咁歐洲人嚟到之後，究竟發生咗啲乜嘢？1492年，哥倫布受西班牙皇室委託出發，其實佢嘅目標係東方，佢又 find 嘅係通往印度同中國嘅香料貿易路線。點知佢行錯咗方向，撞上咗美洲。呢個地理上嘅誤判，改變咗成個世界嘅歷史走向。哥倫布翻去報告話發現咗新大陸，西班牙人即刻受到財富嘅味道。之後嘅100年入面，歐洲殖民者用槍炮、疾病同奴役，幾乎摧毀咗成個美洲原住民文明。有學者估計，哥倫布到達後1個世紀內，多達90%美洲原住民死於屠殺同疾病。呢場種族滅絕係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嘅其中一場。但喺好多教科書入面，呢段歷史就俾人輕描淡寫咁稱為文明嘅碰撞。馬克思喺《資本論》入面對呢件事有個非常清醒嘅判斷。佢話美洲嘅金銀礦、土著居民遭到剿滅同奴役，呢一切標誌住資本主義生產時代嘅曙光。換句話講，現代資本主義嘅第一桶金係用人哋嘅血換翻嚟嘅。英國人俾西班牙人遲嚟。1607年，英國喺北美建立咗第一個永久性殖民據點詹姆斯敦。又過咗10幾年，一班為咗逃避宗教迫害嘅清教徒登上咗嗰艘著名嘅5月花號。1620年，呢艘船原本計劃前往弗吉尼亞，點知俾風暴吹離咗航線，最後喺馬薩諸塞嘅普利茅斯靠岸。佢哋發現自己已經脫離咗英皇嘅管轄範圍。為咗建立合法嘅自治秩序，102名乘客當中有41名成年男性喺船艙入面簽署咗一份協議——5月花號公約。呢份公約好多人都聽過，仲被譽為美國民主制度嘅精神源頭。但好少人提到嘅係，呢份公約嘅簽署者全部都係白人男性，船上嘅女性、僕役同冇財產嘅人根本冇資格喺份公約上面簽名。美國民主嘅出世紙由第一日起就已經係有條件嘅。呢個細節其實一早已經預示咗美國成段歷史嘅邏輯。美國嘅自由從來都係為特定一班人而設計嘅。跟住講建國，好多人對美國獨立戰爭嘅印象係一班熱愛自由嘅殖民者受夠咗英國嘅壓迫，於是揭竿而起，最後建立咗一個民主共和國。呢套敘事當然有真實嘅成分，但就省略咗一個關鍵問題：究竟係邊啲人領導呢場革命？佢哋又點解要革命？由1756年到1763年，英國同法國打咗一場7年戰爭，戰場橫跨歐洲、北美、印度同西非。
英國贏咗，但係亦都搞到國庫幾乎空虛。為咗填補財政缺口，英國議會開始向北美殖民地加稅、印花稅、茶稅、玻璃稅，一項接一項。殖民地嘅人嬲咗，但係你要留意，最嬲嗰班人唔係最窮嘅普通人，而係殖民地嘅商人同種植園主階層。佢哋咁嬲，核心原因係自身利益受損，憑乜嘢要我哋交稅？但我哋喺英國議會入面又冇代表席位。至於無代表不納稅呢句口號，就係精英階層用嚟保護自身財富嘅政治表達。1773年12月發生咗波士頓傾茶事件。嗰晚，一班扮成印第安人嘅殖民地激進分子登上咗停泊喺波士頓港嘅英國商船，將342箱茶葉全部掟晒落海。按今日嘅購買力換算，嗰批茶葉價值超過100萬美元，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政治行動，而唔係乜嘢自發嘅民憤。英國嘅反應係頒布強制法令，封鎖波士頓港，仲加派駐軍。呢啲做法徹底激化咗矛盾，將更多人推向反英陣營。1775年，萊克星頓嘅槍聲一響，獨立戰爭就開始咗。1776年7月4日，獨立宣言正式通過咗，起草人係托馬斯傑斐遜。宣言入面有一句舉世聞名嘅說話：我哋認為以下真理係不證自明嘅。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佢哋若干不可剝奪嘅權利，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同埋追求幸福嘅權利。呢句說話寫得太好，好到今時今日全世界都仲引用緊呢句說話。但問題係寫低人人生而平等嗰隻手嘅主人，正正就係托馬斯傑斐遜。呢位獨立宣言嘅起草者，一生名下擁有超過600名黑人奴隸。佢死嗰陣，遺囑入面只係解放咗其中5個人，其餘嗰啲人就用咗嚟抵佢啲債。獨立戰爭最後打贏咗，其中一個好少人提起嘅關鍵原因就係法國嘅介入。法國點解要幫美國啊？唔係因為法國熱愛自由，而係因為英法喺7年戰爭入面結咗怨，法國想借美國人隻手削弱英國。美國嘅獨立喺某程度上係歐洲大國角力嘅一個副產品。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1787年，制憲會議通過咗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確立咗三權分立嘅共和制度。喺當時嘅世界，呢個的確係一項了不起嘅政治創新。但你會留意到喺呢部憲法最初嘅版本入面，黑人喺統計人口嗰陣只係當3/5個人嚟計，女性冇選舉權、冇財產嘅白人，男性亦都冇投票權。所以建國先賢創造出嚟嘅係一套精妙嘅權力制衡機制，只不過一開始有資格參與其中嘅只有一小部分人。建國之後，呢個年輕嘅國家開始向四面八方擴張，推動呢場擴張嘅係一個非常好聽嘅意識形態名詞，叫做天定命運 （Manifest Destiny）。意思就係話美國人向西擴張，佔領成個北美大陸，係上帝嘅旨意，亦係命中注定嘅使命。呢套理論極之方便，因為佢喺道德上將任何形式嘅侵佔都變成咗神聖嘅義務。1812年，美國趁住英國忙於歐洲戰事，揮軍北上，想吞併加拿大，結果打到一塌糊塗。英國人同加拿大民兵聯手，一路打到華盛頓，一把火燒咗白宮同國會大廈。當時嘅美國總統麥迪遜倉皇出逃，白宮俾人燒成焦炭。呢次係至今唯一一次美國首都俾外敵佔領。最後雙方簽咗根特和約，邊一方都冇佔到便宜，基本上恢復戰前狀態。不過呢場戰爭有一個意外嘅贏家，傑克遜將軍，佢喺新奧爾良打咗一場好靚嘅防禦戰，重創英軍，成為全國英雄。諷刺嘅係，戰報傳到新奧爾良戰場嗰陣，和平條約其實早喺2個星期前已經簽好，嗰場仗完全係白打。但係呢個細節冇妨礙傑克遜後來當上總統。北上咸通就向西行。1830年，
傑克遜總統簽署印第安人遷移法，下令原住民部落由東部遷去密西西比河以西。當中最慘烈嘅一段，歷史上稱為血淚之路 （Trail of Tears）。切諾基族係受害最深嘅部落之一，佢哋其實已經高度融入咗美國社會，有自己嘅文字、憲法、學校同報紙，好多人講英文、住西裝，但係呢啲完全冇用。1838年，美國軍隊用刺刀將佢哋由世世代代居住嘅土地趕走，逼佢哋喺嚴冬入面徒步遷徙數百英里。大約4000名切諾基人死喺呢段旅途上，佔總人口嘅1/4。向南，美國就打起咗墨西哥嘅主意。1846年，美國以邊境衝突為由向墨西哥宣戰。當時有一位年輕嘅國會議員企咗出嚟，質疑呢場戰爭嘅合法性。佢問總統：嗰場所謂嘅衝突究竟發生喺邊一塊土地上？係美國嘅土地，定係墨西哥嘅土地？呢位議員叫亞伯拉罕·林亨。10多年後，佢成為美國第16任總統。美墨戰爭打咗接近2年，最終墨西哥戰敗，被迫割讓接近一半嘅國土，包括今日嘅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同科羅拉多，面積超過130萬平方公里。美國用一場侵略戰爭，將自己嘅領土擴大咗接近1/3。更戲劇性嘅係，戰爭結束後冇幾耐，1848年，一名工人喺啱啱到手嘅加利福尼亞境內，喺薩克拉門托河邊發現咗黃金。消息傳開之後，全球淘金熱爆發。三藩市呢個原本寂寂無名嘅小漁村，喺短短幾年內人口暴增幾十倍，一躍成為太平洋沿岸最重要嘅城市。美國靠戰爭同掠奪換返嚟嘅土地，反過嚟又為佢帶嚟滾滾財富。淘金熱亦都帶嚟咗麻煩。加利福尼亞究竟應唔應該容許實行奴隸制？呢個問題引爆咗南北方之間積壓已久嘅矛盾。我哋嚟講下呢個矛盾嘅結構性根源。建國初期，美國南北方其實係兩套完全唔同嘅經濟體系。北方迅速工業化，工廠、鐵路、銀行、資本喺城市入面流動。南方就係另一番景象，一望無際嘅棉花同煙草種植園，靠奴隸勞動維持運作。數字最能夠說明問題。1860年，美國嘅出口總額入面，棉花佔咗接近60%。南方嘅棉花撐起咗成個美國嘅外匯收入，而種出呢啲棉花嘅係大約400萬名黑人奴隸。南方嘅種植園主心知肚明，奴隸制係佢哋嘅命根，邊個屈奴隸制就等於掘佢哋嘅根。1860年，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總統，南方人感到受威脅。南卡羅來納率先宣布脫離聯邦，之後再有6個南方州跟進，組成咗美利堅聯盟國。我要糾正一個常見嘅誤解，林肯並唔係一個狂熱嘅廢奴主義者。佢喺就職演說入面明確表示自己無意廢除奴隸制，首要目標係維護聯邦統一。佢後來頒布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更多係一個戰略決定，而唔係單純嘅道德選擇。呢份宣言令大批黑人加入北方軍隊，直接增強咗北方嘅戰鬥力，亦令歐洲列強喺道義上難以支持南方。1861年，內戰爆發，4年入面，美國人殺死咗美國人，傷亡人數超過60萬，比美國歷史上所有其他戰爭加埋嘅陣亡人數仲要多。1863年7月，葛底斯堡戰役打咗3日，單係傷亡人數就超過5萬。賓夕法尼亞成片田野都鋪滿咗屍體。戰後，林肯去到戰場，發表嗰篇著名嘅葛底斯堡演說，全文唔夠300個英文詞，但句句都好似釘一樣釘入歷史。1865年4月，南方將領李將軍宣布投降，內戰結束咗。就喺5日之後，林肯喺華盛頓福特劇院睇戲嗰陣，被一名極端南方主義者開槍刺殺。嗰位試圖救林肯嘅醫生
將子彈由林肯後腦取出嚟嗰陣，粒子彈完整無缺，但頭骨已經碎成碎片。林肯死咗，但奴隸制的確廢除咗。呢一點令佢成為美國歷史上評價最高嘅總統之一。但個故事並冇喺呢度完結，而接落嚟嘅發展令人心寒。內戰結束之後，南北雙方都要修復戰爭帶嚟嘅創傷，但政治上嘅僵局一直都未解開。共和黨同民主黨喺重建問題上嚴重對立，南部各州依然充斥住針對黑人嘅暴力同歧視。去到1877年，兩黨達成咗一個妥協案，民主黨承認共和黨嘅總統候選人當選，條件係共和黨將聯邦軍隊撤出南部，停止推進黑人平權。呢個交易嘅實質係咩？係兩個白人精英政黨將黑人嘅權利當成政治籌碼，換取佢哋自己嘅政治利益。當時距離內戰結束先不過10幾年，嗰啲為自由而戰嘅黑人士兵仲未死絕，佢哋用鮮血換返嚟嘅嗰少少權利，就咁俾兩個政黨嘅幕後交易抹走咗。南方由此進入咗接近100年嘅種族隔離時代。直到20世紀60年代嘅民權運動，黑人先至重新開始爭返嗰啲一早就應該屬於佢哋嘅權利。講完黑人，我哋嚟講華人。19世紀中期，加州發現金礦嘅消息傳到中國，大批來自沿海省份嘅農民漂洋過海，湧去三藩市。佢哋帶住一個中文名登岸金山。嗰個年代嘅華工做嘅都係美國人唔願意做嘅工，最典型嘅就係興建太平洋鐵路。呢條貫通美國東西岸嘅鐵路係19世紀最宏大嘅工程之一。華工負責咗當中最艱苦嘅路段，穿越內華達山脈，喺懸崖上鑿石，用黑火藥爆破，靠人手開鑿數英里嘅隧道，仲要喺零下幾十度嘅嚴冬入面工作。負責施工嗰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嘅工程師後來承認，冇華工，呢條鐵路根本起唔成。但係喺1869年鐵路建成通車嗰場慶典上，冇一個華人嘅名俾人提起，亦冇一個華工企喺打下最後嗰口金道釘嗰班人入面。佢哋完成咗任務，然後就俾人徹底無視。呢個仲未係最壞嘅。隨住18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蕭條，大批白人工人失業，政客嚇到一個現成嘅出氣袋。華人，理由係華人肯捱，要求又低，搶走咗白人嘅工作。呢套邏輯從來都唔陌生。每當主流社會遇到困境，少數族裔往往就係最先俾人指責嘅對象。1877年，三藩市爆發大規模反華騷亂，唐人街遭到襲擊，有華人俾人打死打傷，佢哋嘅財產亦被毀。1885年，懷俄明領地石泉鎮發生咗一場更加慘烈嘅屠殺，一班白人礦工衝入華人營地，28名華工被殺，華人嘅房屋俾人一把火燒晒。聯邦政府對呢件事幾乎冇追究過任何人嘅責任，政客就捉住咗呢股民意。1882年5月，國會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勞工移民到美國。呢部法案係美國歷史上第一部，亦係唯一一部針對特定民族嘅移民限制法案。諷刺嘅係，就喺呢部法案通過前14年，美國先至同清政府簽訂咗普安神條約，明確保障兩國公民自由移民嘅權利。國際條約嘅墨跡都未乾透，國內法就將佢蓋過咗。排華法案之後多次擴大同收緊，一直延續咗61年，直到1943年，美國需要中國做反法西斯盟友，先至將呢部法案廢除。喺呢61年入面，無數華人喺美國受到歧視、迫害同暴力對待。佢哋興建咗呢個國家嘅鐵路，掘出咗呢片土地上嘅黃金，但係連合法居留嘅權利都冇。呢個就係美國對所有人生而平等呢句說話嘅實際詮釋。去到19世紀末，美國嘅經濟總量已經躍居全球第一，但係喺全球政治格局上，佢仲未係話事嗰個。成個世界都俾英法呢啲老牌殖民帝國瓜分咗，美國想插隻腳入去就要 send 個突破口，突破口嚟咗西班牙。19世紀末嘅西班牙已經係一個日薄西山嘅帝國，
但手上仲揸住古巴、菲律賓、關島等殖民地。古巴就喺美國門口，美國商人一早已經喺嗰度有大量投資。1898年，停泊喺哈瓦那港嘅美國軍艦緬因號發生爆炸，260名美國水兵喪生。美國傳媒迅速將矛頭指向西班牙，大張旗鼓咁煽動參戰情緒。真相係，事後調查顯示，嗰次爆炸好可能只係一宗意外，唔係西班牙蓄意襲擊。但呢個唔重要，重要嘅係美國角度開戰嘅理由。美西戰爭打咗唔夠4個月，西班牙完敗。根據停戰協定，西班牙放棄古巴，將菲律賓群島以2000萬美元嘅價錢賣俾美國，另外再割讓關島同波多黎各。美國靠一場極短嘅戰爭，一夜之間就躍升成為太平洋同加勒比海地區嘅主要勢力。之後，西奧多羅斯福登上總統寶座，美國嘅海外擴張進入系統化階段。呢位總統提出咗大棒政策，佢嘅原話係講嘢輕聲細氣，手上揸住一支大棒，意思就係美國喺外交上保持體面，但背後嘅軍事威脅永遠都存在。喺佢任內，美國嘅海軍實力躋身全球頭3位，並開始將成個拉丁美洲納入自己嘅勢力範圍。跟住一戰嚟咗，1914年，歐洲嘅火藥桶點着咗，美國嘅第一反應係旁觀，但旁觀唔等於無動於衷。一戰期間，美國向交戰各方大量出售軍火、糧食同工業物資，賺到盆滿缽滿。更重要嘅係，美國嘅銀行向協約國提供咗大量貸款，協約國贏，美國就可以收返貸款同利息；協約國輸，美國啲錢就等於倒落鹹水海。呢個利益結構決定咗美國最終唔可能永遠保持中立。1917年，美國以維護世界和平嘅名義加入協約國，向德國宣戰。但威爾遜總統真正打緊咩算盤？喺佢提出嘅14點和平方案入面睇得清清楚楚，重新劃定歐洲秩序，打破英法嘅殖民壟斷，建立一套可以由美國掌握主導權嘅國際機制。英法兩國一眼就睇穿咗呢個意圖，所以喺1919年嘅凡爾賽和會上，基本上將威爾遜嘅方案束之高閣。美國喺呢一局未能徹底得手，但係等到1929年嘅經濟大蕭條席捲全球，情況就唔同啦。嗰一年，華爾街股市冧盤，美國嘅銀行、工廠、農場好似多米諾骨牌咁接連倒閉，失業率一度超過25%，全美國有1500萬人失業，街頭嘅麵包店門口排起一條望唔到盡頭，等住領救濟嘅人龍。呢場危機係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慘烈嘅系統性危機之一。羅斯福就喺呢個時候上台，佢用新政重組咗美國嘅經濟框架，擴大政府開支，建立社會保障，靠大規模公共工程提供就業機會。到咗1939年，美國經濟初步復甦，但真正令大蕭條徹底結束嘅係戰爭。二戰先至係美國真正嘅神來之筆。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二戰全面爆發。美國嘅第一反應依然係中立，而且今次呢種中立仲相當耐人尋味。由1931年底到1937年年中，美國向日本出口咗大量戰略物資，超過90%嘅廢鋼鐵，超過90%嘅銅，45%嘅鉛，以及日本超過60%嘅進口石油。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呢啲出口並冇停。日本軍隊嘅炸彈、戰艦嘅燃料當中有相當大比例都來自美國。呢啲數字你喺美國主流歷史敘事入面係好難睇到嘅。1941年，日本喺東南亞持續擴張，嚴重威脅到美國喺菲律賓同太平洋嘅戰略利益。美國於是凍結咗對日貿易，日本陷入資源困境，鋌而走險，喺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擊沉咗8艘美國戰列艦，炸死咗超過2400名美國軍人。珍珠港之後，美國加入咗反法西斯同盟，但即使喺戰爭之中，
美國嘅利益算盤都從來冇停過。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局已定，美國主導咗布雷頓森林會議，44個國家嘅代表喺新罕布什爾州簽署咗協議，確立美元同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同美元掛鈎嘅國際貨幣體系。呢個意味住乜嘢？意味住從此全球貿易都用美元結算，各國儲備美元資產，而美國就擁有咗一部可以用紙張換取全球財富嘅印鈔機。到二戰結束嗰陣，美國持有嘅黃金佔全球各國官方儲備總量嘅75%以上，幾乎全世界嘅財富都透過戰爭機器流咗入美國嘅金庫。1945年8月，美國喺日本嘅廣島同長崎投下2枚原子彈，超過20萬名平民喺爆炸同輻射中死亡。日本隨即宣布無條件投降。好多歷史學家指出，去到嗰個時候，日本戰敗其實已經只係時間問題。蘇聯亦都啱啱宣布對日宣戰，投下原子彈。除咗令戰爭更快結束，更重要嘅係向蘇聯展示美國已經掌握咗終極武器。原子彈係炸俾斯大林睇嘅。二戰就此結束。美國嘅戰果係歐洲老牌殖民帝國全面衰退，世界權力中心完成咗轉移，美元確立咗全球貨幣霸權，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嘅單一國家。二戰結束，但世界依然唔太平。1945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同史泰林3個人喺克里米亞嘅亞爾達秘密會面，喺地圖上劃定咗戰後世界嘅格局。歷史上呢個秘密安排被稱為亞爾達體系。呢次會議嘅本質就係3個大國按照各自嘅利益瓜分世界，東歐歸入蘇聯勢力範圍，西歐歸美國同英國，東亞問題就由各方妥協分配。數以億計嘅人就係咁由3個男人喺一張地圖上分配咗俾唔同嘅主人，冇人問過佢哋嘅意見。好快，美蘇兩國之間嘅裂痕就令雙方由盟友變成咗對手。1947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喺國會發表演說，明確提出壓制蘇聯嘅外交戰略，冷戰正式開始。同一年，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向戰後滿目瘡痍嘅西歐各國提供大約130億美元援助，換算成今日嘅購買力，接近1500億美元。呢筆錢喺短短4年內，幫西歐迅速重建起嚟。去到1951年，西歐嘅工業產值已經超過戰前水平。美國人將馬歇爾計劃講成一項慷慨嘅人道主義援助，但計劃背後嘅政治目的從來都冇被掩飾過，防止西歐國家倒向蘇聯，將西歐牢牢綁喺美國主導嘅政治經濟體系入面。接受援助嘅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容許美國商品優先進入，並向美國資本開放市場。免費嘅午餐從來都唔免費。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美國將西方軍事同盟制度化。呢個就係美國喺歐洲永久性軍事存在嘅開端。同一時間，冷戰喺全球各地以熱戰嘅形式燃燒，韓戰、越戰、中東亂局、拉丁美洲政變，好多地方嘅衝突背後都有美蘇兩國直接或者間接嘅介入。1962年10月，冷戰去到最危險嘅邊緣，蘇聯秘密喺古巴部署核導彈，俾美國偵察機影到。跟住落嚟嘅13日係人類歷史上最接近核戰爭嘅時刻。美國總統甘迺迪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各自手握核彈按鈕，雙方都知道一旦有一方先出手就冇贏家。最終蘇聯由古巴撤走導彈，美國承諾唔入侵古巴，危機先至化解。事後解密嘅檔案顯示，嗰13日入面至少有3次因為情報誤判、設備故障或者軍官個人判斷，差啲就觸發核戰爭。人類嘅運氣喺個13日入面用咗好多。越南戰爭係另一面鏡。美國為咗阻止越南統一之後倒向蘇聯，將58萬名士兵送到東南亞嘅叢林，花咗超過1000億美元，
打咗差唔多20年，最後以撤退收場。越戰喺美國國內掀起前所未有嘅反戰浪潮，大學生走上街頭，紙兵局被包圍，燒紙兵卡成為一種政治行為，反戰歌曲成為一代人嘅集體記憶。呢次係美國民眾第一次大規模質疑自己政府嘅戰爭邏輯。冷戰嘅終結嚟得比大多數人預期中都要快。80年代，蘇聯深陷阿富汗戰爭嘅泥潭，同時內部經濟體制僵化，軍備競賽令財政不堪重負。戈爾巴喬夫試圖透過改革挽救呢個體制，結果改革打開咗一道缺口，各加盟共和國嘅離心力被徹底釋放出嚟。1989年，東歐劇變，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宣告解體，冷戰結束，華沙公約組織亦隨之解散，美國成為全球唯一嘅超級大國。我哋重新梳理一次呢段歷史，由1776年到1991年，唔夠220年，美國完成咗人類歷史上最驚人嘅權力，累積由13個沿海殖民地變成主宰全球秩序嘅超級帝國。但如果你仔細睇完呢段歷史，你會發現美國嘅崛起從來都唔係一個自由戰勝專制咁簡單嘅故事。呢個故事係由一連串戰爭、掠奪、精明嘅利益算計組成，亦總有某個群體要為其他人嘅成功付出代價。印第安人失去咗土地同生命，黑人奴隸嘅勞動撐起咗南方嘅經濟奇蹟，華工用自己嘅身體鋪成咗橫貫大陸嘅鐵路，歐洲人喺2次世界大戰入面消耗咗自己，令美國可以坐收漁利。美國的確創造咗一套好出色嘅政治制度，三權分立、新聞自由、法治精神，呢啲都係真實存在嘅，唔可以因為批判佢嘅陰暗面就否定晒呢一切。但同樣真實存在嘅係呢套制度喺漫長歷史入面嘅自相矛盾。佢寫低咗人人平等，但就用咗接近200年，先至令呢句說話開始對所有人都適用。而且呢個進程去到今日仍然未結束。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以為歷史已經終結，以為自由民主已經再冇競爭對手。呢種傲慢令美國喺之後嘅30年入面付出咗代價。911反恐戰爭嘅泥潭、金融危機、內部嘅撕裂同極化。喺今日呢個世界，美國嘅霸權仲喺度，但已經唔再係無可挑戰嘅啦。呢個故事仲遠遠未到結束嘅時候，